醉過這種性格，只表面勇敢，心底不瀟灑。會時常忐忑，到何時必於各家。超市亦有貨品得加班，還未過氣，又用絕對的他對象。別人期望我於某年某刻出嫁，如夢中不免動情，祈求快快上他，亂去揀人覺他。又覺得我何用跌價，但再等一下嗎？誰人又覺到他比這個差？像我這種性格，只表面勇敢，心底不瀟灑。會時常忐忑，到何時必於各家。願我跟冷漠言語彼此吸引下。不管旁人落快信失去吧，獨處都不太差，靜看整個旗局變化，累了等不到他，情形就似即將過燈消時嗎？若我跟着他，反倒難夾板，可會等到他？我無從得知，佢哋仍不肯各家。不可以問。